关心你的小朋友吗？头长头脏头淡淡，其实开生6岁亲生妈妈，囝生落来就无咧插，外妈无在调车，甲互医护人员小家啉苦，竟然扣苦到甲死。亲生妈妈因为扣通缉逼起来，落尾嘛是扣警察逮捕。你知道小朋友受到伤害吗？扣抓起来了后，生6岁亲生妈妈先向北检申请犯罪被害者补偿金180万。检察官认为开出示了后，亲生妈妈无做到老母的责任，无资格嘛无理由申请赔偿补偿金。伊阁继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向林母姊妹啊、医护人员和姓陈的社工求偿800万。本案被害人的生母主张被告社工通报异常，伪造访视记录，对被害儿童之死应负责任，而儿福联盟为社工的雇主，应负民法连带赔偿责任。不过，根据检方调查，生母于被害儿童出生之后，就将其交给外婆照顾，自己未尽照护责任，最终导致幼童出养，进而遭到虐死。对于生母主张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慰抚金，法院恐怕未必会准予请求。开29岁姓刘的亲生妈妈，110年不满男朋友去爱别人，涉嫌规冤规党、虐待、持刀共款。当时因为大巴肚要生，交保了后煞弃保逃走，不过求偿是权利，搁以民事庭目前当地审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